Nessborough 係一個風景好靚嘅小鎮，佢位於北約克郡。最出名嘅旅遊點就係 Nessborough 嘅城堡。呢個城堡建於12世紀，矗立喺小鎮之上，可以欣賞到尼德河 River Lead 壯麗嘅景色。第二個我覺得最值得遊覽嘅景點叫做峭壁聖母教堂 Chapel of Our Lady of the Crag。呢個教堂喺1408年喺懸崖邊開鑿而成，佢係屬於 Nessborough 一個珍藏嘅寶藏。有個礦工叫做 John Mason， 佢見到有一塊大石就嚟跌去佢個仔嗰度，佢因為趕唔切走過去，佢就即刻向聖母祈禱，結果塊石居然改變咗方向，佢就救返個仔。佢就建造一間聖堂嚟感謝聖母。沿着尼德河 River Lead 嘅岸邊漫步係一件好暢快嘅事。Nessborough 嘅高架橋係一座橫跨尼德河嘅鐵路橋，建於19世紀50年代。House in the Rock 係由一個職工Thomas Hill 同佢個仔喺1770年建造嘅，係喺峭壁之中發掘出嚟嘅。以前係一個古堡，而家呢就變咗係廁所，所以你一定要入去參觀啊！返去城堡嘅北邊係主塔 King's Tower。英國內戰嘅時候曾經成為監獄，而家呢已經係成為咗一個博物館，可以參加國王塔遺址同埋周圍嘅城堡庭院。Nessborough 嘅 War Memorial 亦都稱為第一次同埋第二次世界大戰嘅十字架。